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路加福音导论。本日经文：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。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。所尊敬的提欧菲罗先生，伫阮中间所发生的代志，已经有真侪人整理佮编写。这个代志是照遐个对起头就亲目看见的人，甲传道的人所传授予阮的。这个隆重的代志，我有对头到尾详细查考，才想讲着为着你照顺序写出来，互你通明白所学习的道理是确实。路加福音有真侪特别的所在。首先，路加医生是这个圣经作者内底唯一一个毋是犹太人的外邦人。伊用正确问诊书写病历的方式来详细记录每一个见证人的口传资料，也因为职业身份是特别注重关心撒玛利亚人、外邦人、孤鸟、查某人、散车人也是罪人，无论是事件也是譬喻，路加福音有满满上帝疼痛的氛围。好厝边撒玛利亚人失落囝的老爸，毛遂的撒该，财主甲列撒罗，法利赛人甲毛遂的基督，马大甲玛利亚，甲主当顶是一个犯人等等，拢是干那路加福音才有的记载。每一个读者拢通伫内底找到家己，这是关系万民大欢喜的好消息。受邀请来赴上帝国的宴席，若有意愿，拢无论条件。另外，这也是一本法定的辩护的批，是要写予可能是保罗的辩护律师，也是审理保罗案件的法官提俄菲罗大人，要讲起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头尾甲大细，所以就要有凭有据，写了正确佮简要，毋惊人质问。这互每一个读者亲知所信的是确确实实。成就这卷路加福音的主，阮感谢你。无论阮现况是偌尔落魄、无助、无望、散赤、人人毋察、离你远远，对路加福音的信息，互阮通知有一条通倒转去的路。求圣神甲耶稣使用这卷册来对阮讲话，甲阮讲究，就若亲像迄时你甲以马五迄两位门徒相同行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